邊度？去邊度？啊！惠州博羅縣。今次我哋準備咗1期2集嘅博羅攻略，最出名就係羅浮山同食瑤雞。羅浮山有漂流、索道同埋叢林飛車。今期先帶大家睇睇羅浮山點玩法。去到羅浮山就醫肚先。羅浮山山腳下有好多賣特產同埋特色美食嘅小商鋪，我哋就買咗豆腐花、茶果醫肚，然後再出發上山。而家暫時行嘅都係平路，都係幾舒服下嘅，唔會好攰。行到呢個紀念館咧，隔離就係一個觀光車售票處，係直達索道嘅，亦都可以坐叢林飛車去索道。我哋就揀咗坐觀光車，坐車上嚟咧幾分鐘到啦。如果唔坐呢個纜車嘅話咧，都可以行上去，但係沿途咧係冇乜嘢風景，基本上都係爬山為主。個纜車都好抵咯，應該有10分鐘11分鐘。這些就是經常在家睡覺不運動的人就是這樣的了。唔係話唔攰嘅咩？喺山腰呢度都係有嘢食嘅，不過價錢咧就貴咗啲。而家爬到720米啦！佢哋話呢兩個石頭叫做潮真石，好似一對戀人相擁相吻咁嘅樣。哇！今日水太少啦，所以見唔到個瀑布。而家已經4點半啦，所以我哋而家決定落山返程啦。如果真係想嚟羅浮山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。等我話俾你聽邊一間農莊瑤雞最好食。